泰國一單2歲男童誤飲消毒液事件引起全國關注。個男童嘅媽媽喺上年12月尾喺屋企嘅 CCTV 拍到57歲嘅女傭安大嬸將滴露倒入奶樽裡面，之後婆婆餵小朋友嘅時候聞到怪味，先發覺出事。好彩只係飲咗少少，畫面仲影到佢用膠袋包住個奶樽，再倒滴露入去，而且喺屋裡面冇真正做清潔，反而周圍影相，連人哋出世紙都影埋。之後安大嬸上節目韓嘅社澄清，佢堅決否認落毒。佢話因為個外籍女傭講到唔清唔楚教錯佢，但當時個外籍女傭亦都喺節目現場接受訪問嘅時候對答正常，所以大家都質疑安大嬸係講大話。到節目尾聲，警方直接喺錄影廠將佢帶走。呢件事嘅後續令到受害人嘅家庭好失望，因為最重要嘅毒理報告仲未完成，確認唔到滴露嘅含量係咪足以構成企圖謀殺。由於呢件事最高嘅刑期只係3年，法律上最多嘅扣留期只係30日，所以去到限期文件都未齊，最終都要放人。代表受害人嘅律師話，到咗文件齊之後可以再起訴佢。對於受害家庭嚟講，知道安大嬸已經放咗出嚟，仲係繼續喺度周圍打工，呢個真係好大嘅心理負擔。